早就講過唔好整咁多直線嘢啦。哎，那这不直也行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必須要做好，不然這個要去剪視頻。早知道來之前就會給你們發個信息了。我現實生活中看起來比較大。出去你們，這安徽男的真的是媽的腦子有問題。這裡是0.7，0.7，這個0.7，您可以用實際。經第三方確認，開工。白鴿象徵住愛同埋和平，而文字呢，其實係個客對個仔嘅願望。呢一個紋身會變成一本成長日記，入面會有而家嘅等待、未來嘅盼望，更多係老豆無聲但係永遠喺度付出緊嘅愛。喺設計嗰陣時，我哋揾時間之神嘅參考素材，得出一個結論就係唔適合佢。分為兩種情況，第一類係經典嘅形象，係一個阿伯揸住把鐮刀，同我哋想表達時間同守護呢一個溫情嘅主題完全唔拉更。第二類係因為我哋個客肌肉太發達，搞到沙漏呢個咁重要嘅道具同人物分開斷節，亦都唔符合要求，所以我重新設計咗雙手捧住個沙漏，靜坐等候嘅姿勢。